文化的陨落，正是族群变迁的开始。嘎古蛋时光机3要带你寻找台湾原住民族示威文化的再生。以原住民少年的视角上山下海，体验先人的智慧。由原住民族电视台制播的儿少节目《卡古蛋时光机》，以青少年担任主持，体验学习长辈的传统文化。那我们创作儿少的主要的一个方向呢，就是找回我们传统视为的文化。那希望也能够让现在的青少年能够找到自我认同。那希望就是能够吸引更多广大的青少年能够关注到我们文化的这个部分的传承。希望因为现在文化传统这个部分已经断层了，那我们希望透过媒体这样的一个平台，可以散播更多的一个讯息跟资讯给青少年朋友认识。那我觉得最具特色的是我们每一个节目的制作的那个族群呢，其实都不同。那我们从海边的兰屿、达悟族，然后一直到山上的排湾族、泰雅族，其实每一集呢都涵盖了不同的族群的文化特色在里头。那更开心的是能够得到我们媒观的肯定，然后还有所有评审的肯定。那最重要的也是，要谢谢就是参与在制作拍摄上面所有的部落跟族人，因为有你们，所以我们才能有这么好的一个智慧，这么好的一个拍摄内容呈现给我们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因为我们在部落族人方面啊，不管是老人或年轻人，都会有一些比较没有办法跟上现代的部分。那我们就希望可以被更多平台看到，说我们部落还有我们正在为部落发声、青少年发声的这个部分，可以做多一点平台，让我们可以去发声，让大家看到我们正在做的事情。节目单位投入心血制作儿少节目，台湾媒体观察教育基金会也大力推荐优质儿少5星节目，欢迎民众踊跃收看，支持优质的儿少节目，一起来关注儿少的传播权。记者陈淑平台北报道。的那个观众朋友们，然后呢？